擰正個籮柚，前腳係曲嘅，後腳都係曲嘅，咁樣 hold 到就得啦。好，嚟緊咧做一個 extended 嘅 long lunge hold。好啦，都唔需要保護翻個膝頭哥啦。喂，可以喺好似想抹一字馬咁樣捽闊捽到你嘅最闊，然之後咧擰正個籮柚，前腳係曲嘅，後腳都係曲嘅，咁樣 hold 到就得啦。即係做時間呢個。係啊，呢個都係做時間。隻手要 reach 埋。係好容易嘅啦，你 try 啊！我嗰種表演欲啊出晒嚟啊！哎呀，你有冇參加話劇班晒？我幾最長。好，微曲兩隻腳都要微曲。對嗱，而家好難定住咧，都係因為後腳嗰個波波。係，對，跟住收實個下腹就慢慢 reach 啊。跟住隻腳好想飛出去喎，而家。右腳內收少少，好，右 hip 領正得啲。靚，望高5啊，4、3、2、1就咁。好，我哋一齊轉腳做一次啦。可以，可以。好的，擰正晒啲嘢，跟住收好個腹，就攞起腳尖，然之後慢慢 reach， 都真係要好專心喎。15。係，但係呢個我自己會當拉筋咁做嘅。你 feel 到呢度拉到好長 ，hold 住個感覺。係兩邊都有嘅。是的，又保養下咯。哇！又影完一個